九里上元你的人，但只见一如上元多谋人，一块人家的书文，那一边做礼貌上为人生，莫非就是杨家门，在我上前把门开。为什么亲切把人门关紧？而今那边无声响，不见娘子也望冰冰。望我有自常在，我跟他乡来看分明。哎呀，长口高来看不见，我有了一块石头头看得清。分手举目向内望，只见一间小草房，小小城台朝上把泼墨教育分两旁，三字清香炉中茶，荤素菜肴做上房。第一碗白香红灯天堂药，第二碗遇见鱼儿扑鼻香，第三碗香人蘑菇炖豆腐，第四碗白菜香锅炒千张，第五碗姜烧胡桃浓又浓，第六碗酱油花椒在花上，大碗一碗酒一杯，桌上筷子有一双，哎呀快起来，故人为我做39年，关下的娘子心里